关10月28日第6下暑嘅客家清新活动，等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嘅清新消息。前几日呢，台湾嘅唐工有发红嘅技师确诊测到武汉肺炎嘅，韩国有没有唐工也嚟重用有口风炎未确定测到嘅，针对下一步一啲航空业运用来做好防疫咯。今边呢下暑嘅重用旅行疫情指挥中心呢就特别抢来嘅重用航空韩国有发红嘅口风炎同大家来做说明，来看一下现场嘅情形。 亲自来主持之外，另外还有我们的副指挥官，也是陈副指挥官。那我们在陈副指挥官左侧，是我们医疗应变组的薛瑞元谢组长。那在指挥官右侧呢，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尚存张教授张召集人。那在我后侧最右方是我们2位一位是华航的空服员，一位是长荣的空服员。那 在他们的左侧的是我们机关署防疫医师苏家斌苏医师，在过去是我们庄仁祥这个社区应变组的副组长，那在庄副组长左侧的是我们交通部民航局何淑平何副局长，在最左侧的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的张喜聪张副局长。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到现在的工作进度。 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早，大家午安。那今天我们要公布有16例的确诊个案，那有2例的本土个案，有14例的境外移入。那这个我们这16例里面，本土个案为50多岁的男性，我们是268案跟一位30多岁的男性269案，那2人都没有出国史。 那现在相关的疫调也在进行中。那境外移入的个案为9女5男，年龄为10多岁到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6日至26日，发病日介于3月1日到25日。个案发病前的活动的地区，那主要在为英国有3位，美国有3位，西班牙有2位，那其他。 都是在欧洲的国家，还有1位奥地利，1例菲律宾。那按268于2月28日至3月18日，陆续出现咳嗽、喉咙痛、头痛、发烧等症状，多次就医。3月20日因发烧肺炎收治住院，经治疗症状改善，并于3月23日出院，但返家后又出现发烧、呼吸急促及腹泻的症状。 于3月25日再次就医，经医院采检通报，于今日确诊。卫生单位已初步掌握同住的家人、职场及就医的接触者共102人，将进一步调查26班发病前的活动史及暴露史，以厘清我们的感染源。因为这案子从他可能发病的时候到现在时间比较长，所以现在匡列人也比较多，那这个案应该是会比较复杂。 那按269于3月23日、24日因陆续出现肌肉疼痛、腹泻及发烧症状，分别至诊所及医院就医。那医院于3月25日采检通报，于今日确诊。那269案平时活动以职场及住家为主，已经掌握同住的家人及职场的接触者共7人，将进一步匡列就医接触者，并陆续调查个案发病前是否其他高风险的暴露史。 以厘清感染源。那当然，这2位因为是本土的案例那仍然我们要去厘清它相关的感染源。那268显然比269，因为相对的时间长，所以未来这案268案应该会比较复杂。那新增的境外移入的案子2例与先前公布的国外校园群聚有关，其中272案。 以152案222到225，就是在英国就读同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再回来，总共一共有6个人，是确诊的。那2月272于3月19日发病，3月25日入境时由机场采检通报，那今日确诊。 那该校总共6个人了那6人曾于3月14、16在英国当地聚餐，研判是可能引起群聚的一个原因。
那另一例境外移入校园整个的个案是276，那与58、64、80、213在西班牙就读同校同系，但今天这是一位1年级的学生，我记得好像2位是2年级的，有1位是5年级，类似这样哈。那按276于3月12日返国进行居家检疫，3月18日，发病，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于今日确诊。截至目前，该校群聚中有5人确诊哈。那总共在这里面，我们大概这次这16个人有3位是自行就医，那6位是在机场我们拦截下来，那居家检疫的个案有7例，这些就相关它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在口罩我们第2波到昨天是预购完成嘛到我昨天晚上8点。有173.4万人次，不到上一次的2倍了上一次总共成功的是99万多嘛那已经付款的有将近30万人，这是我们在第2轮的一个情况。那建议大家这几天呢对于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航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机组的人员一些相关的管理的办法。这几天大家社会也好，或者我们记者们也都非常关心相关的情况。那对于相关的管理的规则，昨天下午民航局也已经发布了新闻稿，就一些怎么样去做一些行程的安排跟管理的规则，都已经定案了。那这样的管理规则最主要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有特别请2位，我们2位来，我这是让他也看一下，我们把眼镜也戴起来我们最主要整体的规则，它的中心，最中心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要全面的对机组人员的保护。现在大家说要怎么样的回来居家检疫或相关的一些管理，当然在外站的时候，相关的一个也是像居家检疫的规则一样，也不能出来单独的用餐或指定的场所，那不要跟所以在国外相关风险比较高的场域也好，人员也好，不要有所接触。但重要在飞机里面怎么样避免跟被我们的乘客所感染到，或者机组人员之间的互相的交叉的感染。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对机组人做一个最好的保护。我们都可以说明一下嘛我们请我们防疫之一稍微好，是谢谢。那我们早上开会，我们指挥中心提出了一个对于这个我国籍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执勤的一个标准的个人防护装备的一个要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护目装备，也就是平光眼镜或者是护目镜。那第3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水隔离衣。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防水手套，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各位旅客如果你在搭乘这个有发烧等等换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呢，尽量是暂缓搭机。那你在搭机的时候呢，全程就是不要用手去触碰眼鼻口。那我们也会建议这个旅客跟机组员使用的厕所呢，要分开来使用。那如果如厕之后呢，要彻底用肥皂跟水来清洁双手。然后呢，旅客也可以自备手套跟100cc 以下的酒精来做一个干洗手，保持手部卫生。然后不要自己更换座位。如果有不适的状况的时候呢，可以告知空服务员，我们来安排这个比较合适的座位。好，谢谢大家。其实我们整体对于我们的机组人员，当然工作也都非常辛苦。大家知道长程的航班可能在国外的时间，然后就飞回来，然后居家检疫，时间都拉得非常长。那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职场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那非常根据这样子的航空，我们这样昨天的一个讨论所公布的新闻稿，整体就是说最重要的核心还是我们机组人员的保护。那这样才能够让乘客也安全，那也可以保护我们非常宝贵的我们的机组人员，让他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能够去工作。那重要这样子其实已经跟我们的医护人员基本上已经是在风险区域里面的装备是一样的了。所以就是说，那当然未来我们还会再公布乘客的守则。
在上面乘客如果有不遵守相关的规定，我们会予以处罚。那还有要根据的位置，不能乱换位置，不能无理取闹，不能特别要求怎么样。那当然，我们也要求机员，如果特别有相关的需要症状的时候，可能要把它位置再来区隔开来。好，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处理这些特别变化，那可能也要戴 N95 的口罩去进行。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乘客的保护也做好，把机组人员的保护也做好。好，那以上这个是对这2天大家所关心的一个议题，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里。那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想要就这个航空公司的健康管理原则做一个发问，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有提到说，机组的人员他们现在是不管在国内或国外，如果我违反相关规定的话，就会将这个机组人员列到我们的社区居家检疫14天的管理里面。那由航空公司来主要的做这个督导的角色，那可是会。合理的怀疑就是说，航空公司有可能会在为了不想要折损人力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不积极的督导。那除了就是靠民航局这边的监督以外，其实机组人员的检举也是一个好方法。那可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是否有可能去在我们的直营原则里面增加保护吹哨人的机制？那以及就是如果说这个机场的人员或者是其他职业别的人因公染病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给予补偿？那再来是第2个问题是说，我们想要知道一下说，今天公布的这16个确诊个案里面，因为我们前几天有提到说，我们不排除会想要去公布跟公共接触有关的确诊个案职业别。那今天是不是有个案的职业别是与公共接触有关？如果有的话，请问他职业别是什么？谢谢。好，相关那个是不是相关的管理，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民航局跟大家说明一下？来，是有关刚刚提问到，就是说有关航空公司如何去这个落实相关的管理避免机组人员是不是有这个球员兼裁判的情形？那基本上呢，因为相关的组员如果在外未遵守我们相关就是说专用的通道，然后再住到这个专用的饭店那如果回来之后，其实他等于跟一般旅客一样，其实是要居家检疫14天。那在这个原则之下呢，如果航空公司不做好防护，其实他的机组员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他一定要保护好这一些机组员，也要求他们。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机制。因为如果人员越来越少的话，相对来讲，他能够飞航的航班就越来越少。那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继续在加强航空公司跟组员的相关的宣导跟确实的执行。那也会有一个抽查的机制如果是说他有相关的确诊等等，我想航空公司这边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措施等等来进行。所以是补偿吗？给他们补偿吗？因为他们因公出国，然后可能染病这种，我们是给他们补偿吗？基本上是的。好，那至于个案的宣布公布的我们现在在定相关的一些原则，我们希望就是说一体适用了所以我们现在仔细的还在讨论说各样的一个样态来做一些考虑自由时报提问，就是因为昨天上海那边有公布有一个美国人从台湾搭机然后抵达确诊嘛，那想再询问一下，中国有没有配合我们的疫调来说明那个相关的资讯？然后我们是否已经有掌握该案例还有可能的接触者？然后根据上海公开的说法，那个美国人是3月25号从台北出发的，可是台湾已经在3月24号的时候禁止转机。所以他会不会其实不是从台湾转机的？然后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想问指挥中心有没有严拟，就是机关公布疫情资讯的相关指引？因为像中研院啊、台积电啊，还有一些大学，他们在我们指挥中心公布疫情后，会说明自己的疫情状况。那我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标准，像是什么资讯是这些机关可以揭露的，然后什么资讯应该由指挥中心来发布？谢谢。
因为3月25号，因为我们的时间是3月24号的0时还没有登机的啦，哈，这样还是要看落地的时间。不过因为，中国都一直没有给我们确切的这个，我们也有去先从这个那段时间，就3月25号出境，从台湾出境到上海的航班里面，我们有去做过一些筛率，那有筛到2位比较可能的人呐，比较可能，但是这个还是要因为只能从这个轨迹里面去做研判，所以到底是不是我们只是先做了一些准备。好，那关于有各个机关在公布他们学校相关的一些可能性或扩大他们自己管理。好，昨天我有讲过，指挥中心对这些自己扩大，如果没有影响到个资，我们都会予以尊重。那基本在传染病防治法就是说，个案的公布、案例的公布是由指挥中心这边来公布。那当然公布了之后，那各个地方机关别也好，行业别也好，对于相关的风险，要做一些自主性的一些行为或一些管理，我们基本上是尊重，但是不能够违背基本的相关法律的规定。指挥官你好，今天新的提问，想请问一下刚刚空姐的部分，因为现在空服员都要装备那一些护目镜跟保护衣这部分的话，请问这些装备是谁会可以提供？那准备的数量大概有多少？第二个问题是因为空服员他们现在要间隔5天才可以再排班，那请问一下这5天里面，他是算自己的休假呢，还是说航空公司会给他们像是有薪的防疫假？那如果他们违反了规定，那必须要居家隔离14天的话，那这14天的假又要怎么算？谢谢。有关刚刚讲的这个防护衣的部分哈，那基本上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已经跟疾管署这边已经协调好哈，然后这个物资来讲我们会提供给航空公司，然后列入防疫物资的一个部分哈。那第二个有关刚刚提到就是假的部分哈，我想这整个有关休假也好任何的也好，其实都有包含他们的飞时，其实飞时的部分是依据民用航空法，那有关相关的休假也要依据劳基法，然后在这2个基本法的基础之下，加上这一次的防疫的所有作为，所以这个部分航空公司都会遵循3个法规来进行。还有防疫的这物资了哈，刚才这个护目镜我也拿了一个，这其实是那个这个是包刀之眼镜呐，他要捐赠给我们作为这样相关防疫的人员来使用的防疫的物资，那我们刚好这一次在认为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机组人员的必要性，所以我们就协调这个眼镜公司就来提供，他们大概就是以捐赠的方式来提供的。还是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今天公布的这个案268这个个案，因为有提到说他有多次就医，我们可以了解说他有去过几间诊所，然后几家的医院嘛，然后分别接触的人大概有多少？就是在诊所跟医院的部分，尤其是医院嘛，因为他可能在医院不知道是住你是单人病房吗？还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张教授，就是因为好像有世卫这边有在考虑说，之前不是针对这个气溶胶传播是有疑虑的嘛，但他们现在好像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不知道教授这边怎么看这样子？因为他们内部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争议。你刚才说什么？动物传染病？就世卫这边是针对这个气溶胶这边，就是空气。今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的近比关于总共新增加16位确诊个案，韩国有近比新增加嘅个案当中嘅情形係嘅其實係同前幾日嘅無賣相樣，近比呢還有增加2位本土感染個案，到亞下呢一個感染源都繁忙程度，指揮中心還在繼續追查當中哦。嘅近比新增加嘅2位本土感染個案，有一個係52歲男性，另外一個係
係32歲嘅男性，佢其中呢一個按268係就係一個52歲嘅男性咯。其實呢，佢係啲2月28到3月18日期間，就有出現相關嘅症頭嘅，像係有檢測啊，還有有後連軌同一度相關症頭。而一假情形呢係見來見嚴重，基本上上款嘅幾擺都冇轉好，到3月20幾日就驗證肺炎有入到醫院，都可能有肺炎咯。嗰個幾日出來過後，情形又變到係嚴重，最講一啲情形係上班下又較好，上班下又變嚴重，一時都冇辦法完全好起來。前面呢就確定係測為到一啲武漢肺炎咯。一啲本土感染嘅案呢就係本指揮官就打拍講，一啲案呢其實係有地位複雜，主要呢就係驗證講佢發病時間係長久，佢啲2月呢就開始發病嘅，都已經過去長久嘅，佢啲也期間要同哪條人來接觸咯，還有接觸到幾多人，一下呢指揮中心都行為動用錢來追查當中咯。當你針對下一步嘅再從航空業有機組員設備到武漢肺炎嘅一啲情形，故所呢嘅民航局還有指揮中心就決定為了加強針對航空業嘅機組員會有提出相關嘅管理辦法。其中近批指揮中心就特別請來嘅一啲空服員同大家來示範咯。講下來呢一啲空服員，一條呢啲上班持權嘅時間呢，規身呢都要做到一啲總批呢都要做到同好使用。從係民航，我有一類外科者咩韓國呢咩愛帶定護目鏡，成行呢愛做定一類防水嘅防輻射同一類防水嘅樹立嘅。指揮中心就講嘅，一條總批嘅等級，其實基建同醫護人員係強強都係差唔多都係當保護力係當強哦。那我哋針對一類機組員，其實咪會有相關嘅規定咯。就係講一條駕駛去到外站，就係去到國外上班嘅時間，沒有相關嘅規定，按照一類居家檢疫嘅方式來做。就講總地凊彩亂走出去，認真講一下國外嘅風險當高，就將一條機組員凊彩亂走出去，會啲國外車尾度。韓國要從係啲比較健康一條呢啲一個偏數，機組員嘅偏數，咪咪同銀行冇相用。韓國用從一個銀行一部分沒有相關嘅規定，就講下來呢一條銀行啲錯比較嘅時間呢，總地係凊彩亂去加翻 V 嘅，都會有固定嘅 V 嘅，安尼將做得好最終。每位啲比較健康來做好一條相關嘅方法。然後呢啲銀行一部分就講指揮中心未提倡推介，就希望你推介啲比較健康駕駛有送偏數啊，送偏數過後，天錯會留數寫上來。而駕駛有民眾會較少，就做得去加準備一啲酒精來帶定隨身來受託個。韓國要針對一啲銀行一部分嘅指揮中心，就有特別講嘅，講駕駛嘅一下呢。指揮中心未啲準備規劃相關嘅規範咯，假使呢，能擺假使有銀行冇照規矩違反相關嘅規定，會有相關嘅罰則。韓國要從一個家下呢，就有一個記者就有問到嘅，佢從一條機組員其實係會同同人來接觸，而指揮中心要按算講，下來駕駛正經有同台中相關嘅一條人，確診車尾到武漢肺炎過後，咁有計劃為了公布一條較詳細資訊，也呢針對一部分指揮中心限啲就表示講，一條呢也限啲技術注意規劃當中哦，可能呢下來將會有進一步嘅公布。佢一下呢記者會喺喺啲進行當中，誒繼續來看現場情形。操作，那是不是部長有沒有了解到這樣的情況？那是不是可以回應一下這個部分？謝謝。有關他的這個接觸者哦，因為他主要的，我目前就是匡列的部分，主要還是他剛講的這些醫療院所哦。那不過這些醫療院所因為都有做適當的防護啦，那所以應該說目前有102個接觸者啊，那需要採檢大概是有6位啊，那這個部分還在持續的匡列當中。那有關他大概就是就醫的這個，因為他主要是他自己應該是他有一個公司的一個老闆啦哈，所以他應該是還是主要是在辦公室裡面，除了就醫之外，目前並沒有看到說有在外面活動的一個跡象。
病况目前还是肺炎，那详细的状况部分我们今天还没有出来哈，那可能明天会有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那至于讲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他指控台湾在做网军的操作，好，那政府部门并没有做这件事情了哈。那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其他的人就是说有这样的时间去做，但是我觉得到底是操作好，那还是大家自发性的行为？好，我认为整个好，最后对于4位的秘书长，其实这种事情短时间的一些批评或什么都会有，可是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有公断了。好，这还是很清楚的。这整个的时间一拉长之后，那什么事情到什么时间点？是难以判断，或是应该判断而未判断，应作为而未作为。其实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就会看得很清楚。那大家也不用再口舌之争了。很快的，我想再过几个月，从前面讲3个月、4个月，那疫情的发展情况，那每一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哪一些的行动？我们当然知道这种行动没有办法100%掌控。可是有些行动里面，在时间拉长就很清楚看得到，就是说应该有哪一些作为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自有公断，也不急着在褒贬在一时了哈。那我相信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公断出来。你好，大一电视想要请教一下，因为说这个案268是没有国外旅游史，可是我们在2月28号的时候已经放宽了采检的标准，没有旅游史，但是只要有肺炎症状就可以送检。但是他在3月20号因为肺炎住院，然后3月23号也出院了，并没有做采检的动作，请教一下指挥中心有没有了解背后的原因？谢谢。应该是说这一位因为他是属于比较怎么说？刚刚讲他就是一个工作室的一个老板了哈。那在尤其是他也似乎也没有这个比较有接触到国外的厂商的部分。那的确是可能在医师上面医护就是在评估的部分是比较没有，尤其是在2月28号，可能很多人大概会想说，是不是跟旅游史会比较有关系啊？那他的一些其他的接触的一个客人啊，也跟这个国外厂商也很少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哈。那所以这个当然是说，我们还是一样，就是呼吁啊，就是民众或是医师，那针对目前的确是有这个零星的一个社区的感染的一个现象。那像这一类的不明原因的一个感染，那如果医师怀疑的话，那都可以通报采检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关武汉肺炎的这个部分。谢谢。当然，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用一个旅游史当做一个相当关键的一个判断。那其实我们一段时间已经就取消这样的限制。那有旅游史仍然是予以注意，但是没有旅游史，我们也受以在专业的判断。那么也不断有发过一些相关的对于医疗院所的通则。那我们会再度提醒我们的医疗院所，对于这种有怀疑的或者没有办法确定是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该要予以采检。指挥官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针对要不要公布足迹这部分，其实我们指挥中心讲过蛮多次的一些准则哈，但是这一次在中研院跟台大的部分好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那台大的部分也自行匡列了一些人哈，希望他们能够不要进入校园。那刚好张副校长也在这边，想请教一下说，对于台大的这样一些对于防疫的做法哈，大概什么一些看法？谢谢。好，有关于这一次的两边的说辞，还有指挥中心的庄副署长的说法，其实我是昨天看了媒体才知道庄副署长有提到这个事情。那事后台大在研议发声明当中我没有参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这里面我看了后续看了，我注意到的就是。也许各方的认知上有一点落差了哈。那这个我所了解的是，庄副昨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庄副可能是认为中研院已经有公布相当的资讯给外界知道。那台大我所了解的是，台大负责的副校长跟中研院的沟通当中，那是希望初步的达成是两边是资讯可以都很透明的让彼此都知道，因为台大跟中研院的交流非常非常的密切，中研院也有一些单位就是在台大校园里面，所以那个人员的来往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哈。那所以台大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可是后来好像窗口上面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资讯，那所以台大就觉得是暂时要两边的交流先停下来，这样对整个台大的3万多的师生会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作为。那所以其实是认知或是沟通上面可能是有点落差所造成的，然后这是就我所了解的部分。没关系，就好。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将来对不管是个案或是机关，所能够掌握的讯息或机关之间互相的一个公布的范围或自主处理的一个原则，我们会来定一下。因为现在个案也越来越多，那事实上就如同以前我记得好像施文仪都讲我们在科花了哈，我们现在在科花时间会比较少，所以公布的一个范围可能会变得比较大。那对于机关之间也许会有这样子，因为处理的方式不同或沟通的没有很完全，那产生一些误解，那我觉得也是没必要。因为当发生的状况的时候，那如果有相关的机关之间有往来，那应该是要密切合作嘛，那才对这个疫情的控制才会有帮助。那所以我们讲，我们有指挥中心有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可能会我们应该要先定一些相关的准则，让大家有所依循了哈。不好意思，那个中国时报想提问，想要延续说这个揭露资讯的部分啊，想请教一下，因为像不管是这个台大中研院的事件，或者是航空业的事件，很多时候都是在就是那个确诊的单位自己跳出来之后，那个大众才知道说这里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想问一下说，指挥中心对于说揭露这个那个疫情的一些资讯啊，上面都会在考量哪一些要点啊？就是要揭露到什么样的程度，会有哪一些考量？那另外一件事就是，第3批的包机原本是说明天就要开始了，成型了嘛？那今天好像有消息指出，它可能有一点受到阻碍，想问一下说，目前掌握到的状况如何？那明天是不是能够顺利成型？会不会有可能换去比照第2批模式的可能呢？谢谢。事实上就是说，如果从这样的到过往到现在的经验来看，自己单位跳出来讲之后，那好像这个对疫情的控制是不是有所影响或是帮助？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了。就大家出来讲，就是说，那我就是，那又怎么样？结果我就是的里面需要被疫调的，需要被控制，需要被注意的，已经包含我原来的疫调里面了嘛。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对于大家越自主，要揭露，只要不要牵涉到个资，那能够扩大范围，不要影响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权利，我们都不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还强调就是说，大家觉得这样的必要，那看到有几个单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不良，那也许我们应该定一些准则，让它避免这样的一个。以合作代替对抗，我们希望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至于第3班的包机的情况是，薛次长哈。好，那有关于明天跟后天这2次的这个接机了哈，那把我们的原先滞留在武汉的这些同胞接回来，那目前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好，那早上当然我们也再重新这一个就是推演了一下，那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所以现在都是准备好。那至于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横生枝节，那我们就是随时来做因应，随时来做因应。那其实我之前有看到大家对于这种
这武汉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回来哈，我还是要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说在武汉那时候不能回来，并不是因为我们驻记的关系，是因为武汉封城的关系哈，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啦。那驻记还是说，因为它封城，所以我们认定它有特定的风险在，好，所以我们为了在加强管理上面能够更明确，所以我们予以驻记，也不是因为它驻记而不能够回来。好，那好像最后那一位，来。你好 ，TVBS 提问。之前我们有答应说给基层的医疗人员鸭嘴式的口罩，可是有基层反映到说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反而拿到那些没有防水功能的，比如说8210啊、N95口罩等等。那他们担心说这样子的防疫功能可能没有这么有效。我们指挥中心有接获到这样子的情况吗？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鸭嘴式的那个口罩每周的生产数量可以跟我们透露有多少？还有我们也有基层反映说，他们拿不到适合自己脸型的 N95口罩，被迫就是戴那种比较大型的那种口罩，担心说这样子可能会把医疗人员放在危险当中。那我们指挥中心怎么看？那另外一题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案例是3月14号的时候从美国回来，那个时候他是不用居家检疫的，可是后来他们就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有被回溯嘛，那可是因为他居家检疫却是从3月14号开始算，所以等于说他已经有，等于说他是待在家里面1个礼拜左右才收到说他要居家检疫，他只隔离了7天这样子。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造成会有漏洞？还是我们仍然是以那个通知书上面的日期来为主？谢谢。现在在我们量可以跟大家讲哈，那说像这样子哈，鸭嘴兽那是在呼吸上面比较顺畅一点哈，但我们愿意提供让大家更方便的一些防疫的物资。那不过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大概在医院我们已经提供到了45天的战备量，还是55天的战备量。好，那在诊所我们也增加了2成的量，从以前35片到42万片。好，我讲这意思就是说，那大家拿到不适用的，其实还有一个换货的时间在了。哦，不是说今天一拿到手就要马上戴，马上觉得不适用，马上没有，它有很多，好，所以可以跟我们再联络。那也许在联络的时候管道不通畅，好，那我想就是说这个是在地方政府发出去的，好，那物资也放在地方政府，所以跟地方政府可以来卫生局来反映，大家跟地方政府的卫生局应该。好，要不然是工会跟卫生局都很熟，好，我相信这个管道应该是畅通的，好，所以就是说可以及时来反映，那我们及时来解决这问题，好，这不会有问题。那刚才是回溯性的那个是，好，当然是指的就是说它可能从风险的区域，好，那我们观察好我们的潜伏期14天，所以它可能是好，比如说那个时间，好，它已经过去了嘛。好，我们是要从他进来，并不从通知书给他起14天，那样的意义不大。好，是从他从高风险区域进来之后，那要14天。好，比如说我是3月10号进来，然后本来应该3月10号就应该进入这样居家检疫，我们希望这样，所以他会到3月24号，好，那这样他会截止。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回溯性的，所以他可能是到16号。才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使他后面就剩下8天，所以他不需要再往后延。然后第二，你问我说，那在10号到16号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个破口？那是会有可能，好，是会有可能。所以我们等于这一段的空档的时候，我们也回溯它相关的一些，好，那个什么那个健保的就医的资料，好，然后有症状的，那我们会去裁剪。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这样子把它观察完。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做这个事情。你好，报道者提问。第一个想要就是确认一下，因为刚刚民航局有说，就是航空公司的机组员物资的部分已经有列入防疫物资，接下来是确定说每一个机组员都会拿到相对应的物资吗？因为在我们现在收到的讯息了解，就是在今天以前，不论机型的航空公司机组员，每一台飞机都只有配6件防护衣，可是一架飞机飞出去，可能至少有10多名机组员。对，然后那个没关系了，这个哈，今天早上才决定的嘛，所以昨天当然是不够啊。那我们要强制实施，我们要从4月1号起，
好，那时候物资我们都会到位。好，那没有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想要请教，因为昨天这几天因为那个英国情侣其实引起了不小的讨论，那指挥中心最后有决定说就是取消那对英国情侣的补助，理由是有违反那个传染病防治法跟那个隔离及检疫期间的防疫补偿办法。那这部分可不可以请部长稍微谈一下？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外出，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部分，谢谢。这样的情况我只能说哈。应该是激进是谣言的啦，好，那这样的一个哈，我想激进是我们不要把它认定是了哈，就激进是那足以影响我们大家相关需要被集中检疫的，哈，或者居家检疫人的对我们检疫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没有信心，而造成大家对于这样的检疫的措施不愿意来配合，那可能会造成防疫的漏洞。我们是基本上根据这样的精神，我们不予防疫补偿，是这样子的，我这边是东森新闻，想要先请教一下，今天其实平面媒体有报道说，以桃园为例，有一些基层的员警反映说，我们的电子围篱好像疑似因为基地台的关系，所以这个定位好像会跑掉的状况。那他们甚至有反映说，有时候出现定位是在很晚的时候，他们也不好意思去打扰民众。那当然，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基地台会有一些距离上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有没有请电信公司来帮忙解决？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那我们想要再问一下张教授，今天其实外电有报道说，在欧洲，除了先前香港有传给狗之外，现在欧洲疑似好像也有传给猫的状况。那我们目前在我们整个上面，我们有这样相关的报道吗？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再来是，中国今天也有出现说，有高达14%的武汉肺炎的患者康复之后，再次检验出现了阳性反应，那中国当然称它是复阳。那我记得我们先前其实钻石公主要回来的时候，有一位乘客好像也有出现这样的状况。那目前我们这么多的案例，先前张教授有提到说，我们好像有出现这个时阴时阳的状况。那我们目前的案例到底这样的状况多吗？我先说明一下，昨天确实在桃园地区某家电信公司的这个基地台的讯号有出现异常，那也造成了昨天确实桃园的基层员警比较辛苦了哈。另外我昨天也有跟大家说明，电子围篱其实现在确实是在原始的条件上有一些困境，不过我们是从也训练勤务中心的同仁去判读那个数据哈。那另外是这个行政院治安处。那今天也会再找5家电信业者再继续来讨论，再从这个讯号里面去寻找有没有可以再提升、再解决的技术哈。有关于这个国外有一些这个猫或狗被检测出来有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这个事情，在台湾我目前还没有碰到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说这个出院以后又在检验出阳性，这个确实要比较清楚他们的实际状况是如何的哈。那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跟大家报告了好几次，就是说我们采比较严格的标准，要3次的阴性，我们才认为真正阴性。那在整个每一个个案的这个解除隔离的过程当中，都会经过开会讨论，我们会看他们整个检验的状态，确实还是有一些个案会有2次阴性以后呢，第3次又发现是阳性的状况那这个阳性的状况如果是去细看它的话，多数都是病毒量是非常低的那有点在阴跟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形那不过最终实验室判读是阳，我们就还是认定它就是阳，所以这个持续还是有看到时阴时阳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不管他讲的10几个%我相信多数可能还是应该是本来还不是真正完完全全的
变成转阴以后就出去了。那出去以后，后来再裁剪的话，就有可能碰到在好像是复阳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自己的个案，真正3套完整的阴性以后出去，那再回到医院复诊，我们还没有碰到有任何在复阳的一个状况。我还是想要再追问一下刚刚2个就是问过的问题，一个是包机，对，刚刚次长有说，就是如果有遇到横生枝节的话，我们会再做应变。想要请问一下，我们有预设可能会发生哪一些状况吗？然后还有我们这次也有医护人员会随行吗？然后第2个问题是有关那个就是英国情侣的，就是那个台大法律系的教授李茂生，他有说，他们因为是可能影响国际形象，不过很难认定他们有违法啦。不过中央直接下令不给补助的话，有点像在打脸，这是自己所定的法律。请问一下指挥中心怎么看这件事？谢谢。这个部分是这样的，依我们所知道，目前虽然说是武汉那边是或者湖北这边是解封，但是仍然是点到点。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滞留在武汉这边的同胞那事实上是处于是解封的状况之下，理论上来讲的话，他应该点到点到上海就没有问题。那到了上海，当然就直接可以就搭乘飞机就回来。那这是我们预设的一个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那当然，如果他们认为说这样好像不能到上海，那就是会第一个可能的横生的枝节。不过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还好。那第2个问题就是刚刚您问的，有没有医护人员上飞机？那我们安排这一次每个班次里面会有4名护理人员，那作为这个机组人员上飞机。那作为机组人员上飞机的时候，他就不下机。不下机，而是在空桥上面协助我们的旅客着装，这一个做这些防护的动作。那当然，在上一次也曾经有说机组人员，这个医护人员，或者整组的机组人员都必须要下机出境。那这当然是上一次是用包机的方式，那这一次是正常航班，理论上是不会。那但是。我们也希望不要说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枝节出来。刚才在问这个，第2个就是说，我们不予防疫补偿不会有打脸我们自己法律的问题了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一次。第1个就是说，对于我们花了多少的精神，大家看地方都成立了关怀服务中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这居家检疫的人得到一些方便。那为什么让他方便？就希望他不要爬照，希望他能够配合，希望能够来跟政府来配合，那这样的才不会扩散，才不会造成可能对于防疫的破口。那今天如果有那一天当然讲说在里面那好像监狱一样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什么都没有，那你相信要配合的人会变多还是变少？那当然是会变少，愿意配合的强度就变弱。那变弱，在刚刚那个前提下，对我们的防疫是不是有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一定会有不利的影响嘛。那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再发给防疫补偿给这样的人嘛。所以在这样的法律的逻辑是很清楚，我们也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跟特别条例，都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总之，所有在这个防疫的期间里面，对于我们的防疫会造成妨害的，那我们一定会处分。好，我们那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是不是指挥官是不是就最后2位 ？OK。不好意思，华视提问，第1个部分是说，今天有药局传出他们的口罩被偷了，所以药师就有点担心他们登入的口罩数量就会变少了，会不会这样子而受罚？然后第2个部分是要询问那个点到点接机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有台商反映说从湖北到上海的距离真的很遥远，那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会直接从湖北点到点，或是用包机的方式把湖北的台商接回来？谢谢。这个就是看未来怎么样判断怎么样谈判。被偷，这个
被偷的话，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当然会介入调查嘛。那如果事实啊，这基本上是药局不会需要负这责任的。不好意思，中天新闻这边想请教一下，刚刚有提到空服员的防护衣是4月1号全面实施，所以是全面的班机都实施吗？还是有限定航线来实施？那我们目前有准备多少的库存量？预备几个月的库存量可以让他们使用？就是照着规定来使用，一定会够了，好，这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防护衣跟我们的隔离衣都已经陆续都已经到位了，好，没有问题。好，那个这个我们的护目镜大概就一人一个，不是那不是用完就丢的嘛，用完每一趟还是可以好好的清洁完之后，它还可以再重复的使用。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2月2号有一对夫妻，新北的夫妻，就是到小三通的时候就入境台湾，然后他2月6号在居家检疫的期间呢，要搭乘小三通前往中国，然后2月19号的时候出境了。那我们想问一下，说现在对于这对夫妻有没有一些掌握？那他们出境的时候身体状况还好吗？然后是台商还是一些基本资料，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2月2号，现在听起来好像是讲历史了很久以前的，我们把它查清楚跟你讲好不好？把它查清楚来。现在觉得昨天的事情就好像就很久了，听起来好像这很久的时候。不过我相信呢，我们可以资料上，我想可以我们去查好，来再跟你说好不好？好，那刚才对于武汉包机，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变数仍然很多嘛。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有一些的变数？其实我们看到新闻里面，它虽然是说拿那个什么绿色的，是不是那健康码的就可以走，可是我们看到说，好像在很多地方拿这个绿色码，他连上厕所都不让他上，那好像江西跟那个湖北的警察都产生很多的一些冲突，为了要不要过，所以当然这些。每一个社会都一样，刚刚做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放心，连他们自己人也不放心嘛，所以就相对有可能的一些变数会出来。那当然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些的变数，能够让大家能够安全的回台湾来。好，那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